醉心於四川、廣東及東南亞特色美食。喺設計食譜時，亦糅合咗以上各式嘅元素及私房菜講求嘅度身訂造概念。大家不妨嚟睇睇今日 Jackie 介紹乜嘢 fusion 菜式啦！養顏潤肺鱷魚肉湯。根據中醫嘅講法，鱷魚肉有平喘化痰、止咳潤肺嘅功效。李時珍寫嘅《本草綱目》都有提到佢有補氣嘅功效㗎。現代科學研究仲指出，鱷魚肉唔單止蛋白質含量高、脂肪少，而且仲營養豐富添。一般養殖場嘅鱷魚咧，都喺3至4歲嘅時候屠宰㗎。泰國出產嘅鱷魚咧，都係用雞肉做飼料，所以唔單止冇腥味，而且煮法簡單，炆燉都得㗎。將所有嘅配料用水洗乾淨。鱷魚肉同豬肉洗乾淨之後咧，就用薑、蔥、酒、飛水，連同飛咗水嘅鱷魚肉、瘦肉，咁啊擺落個燉盅度，咁啊加大概1.5公升嘅水，之後蓋上保鮮紙，冚翻好個蓋。大火煲滾之後咧，就繼續以細火燉4個鐘咁就可以噶啦。咁1級急凍嘅泰國鱷魚肉咧，對呢個哮喘咧、氣管肺部咧，就真係有個好顯著嘅治療作用嘅。咁所以今次呢個湯咧，就揀咗啲養肺嘅食材配佢嘅。咁譬如我揀咗百合啦、南北杏啦、無花果啦，咁去配佢嘅。咁除此之外咧，仲可以配一啲沙參啊、玉竹啊、雪梨啊、雪葉呢啲養肺嘅食材。咁所以咧，呢味湯的而且確係一個潤肺養顏嘅一個滋陰湯水嚟嘅。